2012年就嚟完，幾間手機廠都趕喺年尾出埋啲勁機，包括 Nokia 呢部 Lumia 920，佢係香港首部 Windows Phone 8手機嚟。雖然睇落個 OS 好似同 Windows Phone 7冇乜分別，其實都經過改良㗎。好似個招牌動態磚界面咁，其實啲 icon 嗰度有3種大細揀，變化多啲，冇咁悶。另外功能改進仲有新增兒童專區、語音功能同追加翻筆畫同倉頡輸入法等等，令部機完善咗好多。而部機亦由上代嘅單核 U 升呢成雙核 U， 捽落個界面更加順㗎。個4.5寸高清 Mon 仲好清好靚添，不過部機仲係冇得開個換電同插 microSD， 而且厚度有成 10.7mm， 重量更加有 185G， 都幾大份㗎。正體背面真係認唔到呢部係咩 HTC 機，其實佢就係 HTC 旗艦系列嘅新機 One X Plus。新機繼續同 Beats 合作，背面大大個 logo， 音質有保證。機身細位一下睇晒，成個機背冇得拆蓋，換電換卡功能通通都冇。機身偷到有幾薄，有眼得睇啦。反轉翻個正面都係同一眾 Android 機一樣，有成 4.7 寸大 Mon， 畫質都有成1280x720，色水睇落都算幾靚啦。仲記得佢之前 One 係有廣告猛 sell 攝影功能，今次新機保持翻個 F2.0 大光圈之外，仲由 32GB 內置記憶體加大到64GB，可以 save 多幾張相，影燈飾就最 fit 啦。